该怎么做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希望你好自为之。喂，你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呀？我想你了。想我也没有用，我还有1个小时才下班呢。那你下班过来吧。喂，你好，是杜小姐吗？我是邵振荣的妈妈，你有空吗？我在附近的一个咖啡厅等着你。邵阿姨。现在这个时间我可能……不过几句话而已，你放心，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。好，那我现在马上就过去。小苏啊，干嘛？我们买个房子吧，就我们2个，没有人可以打扰我们。欢迎光临。杜小姐，请坐。坐吧。2杯咖啡。杜小姐，今天我们的谈话，我希望仅限我们2个人，请你务必不要告诉其他人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杜小姐，你之前说过你们家离上海很远，是吗？是啊，挺远的，有几百公里呢。阿姨，您知道平南吗？啊，知道，几十年前我去过那里。那您一定知道桃花浪里鱼化龙的那座古桥吧？我家就在那个附近。小的时候，我爸经常带我到那儿去玩。你父亲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杜茂开。杜小姐，我的话说完了。你是个聪明的女孩，该怎么做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希望你好自为之。